若这个高雄市咧，家己的观光家己救。高雄市37间观光旅宿饭店，昨暝是做伙来点灯做宣传，要邀请全国的民众，伫个防疫新生活的阶段，会当安排到高雄来佚佗。高雄市政府嘛加码5000万的振兴购物的嘉年华，要来拼观光。高雄地标办公大楼出现字 Zero， 还有这间饭店拍开房间的电火，看到一个笑面的图。 另外一间饭店头前有水舞，互爱河河边愈换愈水，无人客去大全高雄市37间观光饭店合作，共一天营业时点灯。国内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因这动作嘛是要甲大家讲，会当安心去高雄耍啊。月抽100万名车。市府救观光，共款嘛是各单位拢合作，制出高雄振兴购物嘉年华，包括摸彩活动，还佫有大饭店的送物件。来高雄住宿，我们就有200块的商圈1次抵用券。门票平日免费，假日优惠票的优惠措施。希望游客赶紧去高雄耍，连文化局拢来宣传免门票的活动，但是连续遐尼侪振兴方案，去互民进党批评有问题。记者会顶悬宣布标案金额5000万，但是经发局公告的采购金额，敢若只有4900万。原来是超过5000万的标案，必须要等到6月11才会当决标。民进党质疑，即马是甲金额啊无加，才会当赶伫投票进行压钱。罢免前的一个大傻逼，他有意在规避相关采购法的一些相关规定。这款的商品高峰的情形，6月初6进前应该还佫会看到。